一届全国法律杯羽毛球的邀请赛，台中中华甲南投的律师公会拢有组队来参加，将近有50组的高手要来拼冠军。全律会理事长甲前法务部长施武林等人做伙开球，宣告全国法律杯羽毛球邀请比赛正式开始。这个有将近50组报名参加比赛，场面真大。羽球刚好是最简便，然后有效果，对训练体能、体力有很大帮助。包括台中中华甲南投律师公会，还有真济县市地方法院检察所选手等等，拢做伫比赛，因为实力相当真精彩。羽球是一个很好的交流，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，可以彼此分享想法，也可以让我们大家更健康。最近的世锦赛，大家又把这个羽球带热起来哈，所以非常好，加油！大家以球会友，透过羽毛球运动建立律师公会司法甲检察体系正义，嘛好大家身心更加健康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